凍，人類同阿爾法去和平共處㗎，係真㗎。咁嗰套戲咧，咩蒙面超人 Zeta 咧，其實嗰啲咩變身特效咧，嗰啲全部搞得掂晒，但係嗰啲劇情啊都未搞得掂，起碼都要等一排，大家先可以睇得到嗰套戲。我諗5、6年內咧可以俾大家睇到嚇，大家要多多支持我呢個蒼真武人呢個角色嚇。嗰套蒙面超人 Zeta 咧，嗰啲變身動作，大家如果真係睇得到嘅話，你就會發覺係蒙面超人 Fires 同蒙面超人龍騎兩個結合一齊嗰個動作嚟嘅，就係咁樣嗱 Fires 咁樣，跟住再一個生物電流攻擊，跟住嚇唔係變身生物電變身嚇，同埋嗰套 Zeta 咧嗰啲曲咧，即係啲歌曲咧。我係好想咧擁有好似蒙面超人龍騎嗰啲感覺嘅，即係可能中間啊或者插曲裏邊咧就係咁樣，好似龍騎咁樣，即係乜乜希望咁樣啦。我は猫ない固くそう心ゆいなゆがいに日の字が当てることはない。Let you go。